我呢邊咧 KTS 體育台啊，咁嚟報個電競喎，哇！英雄聯盟嗰邊咧 LCK 嘅一個決賽咧就會喺啟德進行喎，哇！呢個幾振奮，因為我其實年年都有睇佢喺英雄聯盟噶，見證咗我係 T1 粉絲嚟噶嚇，見證咗佢4年啊，4年攞3次，好感動。咁咧嚟緊就2月28到3月1嚇，決戰啟德。都幾振奮啊！呢個消息，因為咧就首次係離開韓國舉行嘅呢個 LCK，佢哋韓國嗰邊嘅冠軍聯賽嚇就話落戶香港啟德。咁如果有第一次咧，咁遲啲，因為佢中國嗰邊咧都有一個聯賽噶嘛，咁會唔會又係咧嚇？會喺香港搞一次？咁有一次咧就有好多次噶啦，哇！啟德呢次真係幾開心，咁大家咧就係要撲飛喎。嗱，我哋逐一睇下好多圖，就係咧呢個應該1萬人嗰個咯，嗰個中型嗰個館咯，叫體藝館啊。佢有個1萬人咁啊，因為嗰個都可以開演唱會噶，都好正啊！嗰個開演唱會啊，就英雄聯盟啊，即係最。即係佢甚至啊決賽仲多過某運動嘅嗰個總決賽人數嘅，嗰啲觀看啊在線啊好誇張。咁能夠喺呢個1萬人都好好啊。咁如果咁搞法，會唔會嚟緊呢個世界總決賽咧，揾一次喺即係主場館嗰度搞咧5萬人？哇！我去睇啊，其實真係想買啊。如果到時喺啟德搞世界盃決賽啊！即係唔係足球啊？呢個英雄聯盟啊，正啊！不過佢打好多日噶，唔知有冇期啫嚇！哇！真係呢個不得了，全球噶，佢又吸引到好多，即係個旅遊經濟咯。有啲人會特登為呢場決賽嚟香港睇噶嚇，都好振奮啊！令人我覺得就嗱，咁今次咧係可以一個 M 品牌大型活動嚟噶，係體育噶。我哋呢邊所以報埋電競都係體育啊，即係 M 品牌啊嘛。之前美斯嗰壇嘢啊嚇，咁標誌住一個電競正式咧成為啊話香港國際體育版圖。其實咧佢曾經試過亞運曾經試過搞啲電競，咁後來好似又麻麻地冇咗聲氣。咁而家都要搞嘅電競，其實咁嗱，佢哋咧喺28號就咧星期六4點，咁就下午2時會開放入場。咁3月1咧就係星期日，就下午4點，咁2時嘅就會開放入場就咁樣。大家要撲飛咧，就係要趁早啦。咁就話咧1月29。就 Pay 曲信用卡咧就有優先預訂，公開發售咧30號上午10點啊，又係搶崩頭，呢啲真係不得了，超興奮啊！到時就算入唔到去，都喺現場睇下佢哋又點樣旁述啊，係嘛，老星啊嗰啲啦，阿新嗰啲嗰班係嘛。其實我係希望去揾翻嗰幾個啦，因為過往咧佢哋成日揾啲，我又唔好多口。總之揾翻嗰幾個真係最勁旁述嗰幾個啦，係嘛？呢個咁大嘅盛事，我最怕又夾雜幾個女仔啊咩？即係希望即係趁翻呢個咁大型嘅盛事啦。嗱，最貴咧1688、1388、1188、888、688，咁咧坐到冇雷公咧，我諗就488啦。嗱，呢度有一個圖㗎。坐到最遠咯，就千祈唔好坐個黃色兩個角落頭啦，嗰啲太遠都唔知睇乜，睇個 mon 咯。不過現場個氣氛好正，佢就喺個1萬人場館啊嚇，唔知有冇睇過1萬人嗰個館嗰啲 show 啦嚇。咁仲要去睇 figure 啊嘛，不過未必即係而家我都冇跟進啲細賽，咁到時咧就有望咋嚇。因為未知咧打唔打入去嘅 T1，但係當然希望啦，就係到時28同3月1就下午4時。咁啊 Figure 咧就有望登陸香港大 show 喎，
近傳咧有韓星來港嘅，咁應該咧開幕即係佢有個開幕 show 啦，有開幕儀式、開幕秀啊，咁實有啲韓星嚟唱下歌啦。咁然後3月1咧就決賽啦嘛，就又會整多場咯，咁啊超正。咁啊睇下啲韓星一物二用啊，去睇電競又可以睇嗱，佢話咧28號係咩咧？就敗者組決賽咁然後3月1咧就總決賽，即係咧有3隊咯，應該會有3隊嚟到喎，會有3隊嚟到。敗者組即係一個雙敗淘汰制啦，大家如果知就知啦，唔多解釋。雙敗賽制28，咁即係28就打一場，贏嘅咧就係去到3月1就打咧嗰個總決賽啦。即係有一隊已經係直接喺3月1咧就等你哋28號嗰兩支隊伍邊支贏就同佢應戰啦。咁28號輸嗰個咧冇啦，因為輸2次就冇啦，拜拜。嗱，咁仲有咧2日嘅 VIP 就2776 ，SVIP 咧688，咁 VIP 咧就1388咁樣喎。2日啊抵啲喎，有個 A 級咧就1188，B 級888，C 級688咁樣喎。2日啊，咁大家研究下啦。我個 VIP 套票如果唔係咧就單頭咯。咁大家研究下啦，早啲去諗清楚啦。每次可以限購4張嘅啫喎，哇！呢啲會唔會炒貴咗咧？另外服務費咧50蚊咁樣。如果用信用卡就29號就可以有得買嘅 figure 如果 T1 入到決賽或者入到嚟，總之嚟到香港都好，佢係其中3隊嘅話都開心。最好咧，因為 T1 就不嬲啦。佢就敗者組嗰度就越打越勁輸2局就你咩唔輸2局唔識贏嗰啲經常讓2追3。你輸2局仲即係你贏到佢2局仲驚，即係3盤2勝。你贏到佢2盤咧，你仲驚，因為隨時就反3你嘅呢個就2025咧 LCK 嘅比賽咧，平均每分鐘觀眾係60萬人次。話呢個真係堅啊！我就覺得政府今次咧搞到呢壇嘢勁，幾好幾好。咁韓國就已經係熱爆噶啦，其實都世界各地都係好爆嘅呢個城市真係，我幾興奮下。咁嚟緊呢，我哋呢邊就係體育台就會跟進好多唔同體育新聞啦首次嘅呢次係首次移師呢離開咗韓國本土喺海外，咁都幾有壓力喎。香港呢邊咁樣都揮到呢壇嘢翻嚟好嘢好嘢。嗱，而家呢睇下嗰邊先，佢哋而家呢有個巴龍組啦，就聯賽王者呢 Gen.G 呢就係去年世界冠軍呢 T1 都取得4-0全勝戰績嘅。咁遠古巨龍嗰邊呢就 D.K 呢就3-1，到時先啦，到時再跟進啦。到時而家睇一睇先，睇下嗰邊個形勢係點 ，LCK 嗰邊而家打成點？因為咧都而家1月27仲有1個月嘅，就首天進行敗者組決賽，跟住咧就會上演總決賽。咁留意咧28就係到31㗎，同一日嘅2月啊，2月得28日嘅啫。跟住咧就係翌日就係31號睇唔知我有冇口誤到咁咧，即係有3支隊伍咧 LCK 韓國嘅戰隊咧就會嚟到嘅。咁咧希望就有啲明星啦，明星戰隊 Gen.G 呢啲啦 T1 咁嚟到，就如果話 Gen.G 打 T1 就夢幻喎，個決賽係嘛？咁仲有譬如韓華啦，當時韓華 KT DK 呢啲都幾正。咁3支嚟到啦，就有電競嘉年華，仲有限定周邊咧商品，好似好正喎！就算唔買飛都去望一望，真係想
因為買唔到啊，好難買嘅嗰啲，即係撞手神開幾部裝置去撞，唉，他買到，但係又係爭崩頭，一定好難買呢啲啊！嗰個競爭仲大啊！嗰啲1萬個位啫嘛，淨係韓國啦，仲有好多世界各地乘機就嚟香港玩下、旅遊下咁啊，睇呢個城市好正。而家所以咧，政府攬住咧啟德就做人噶啦。星期六、星期日，仲有星期六、星期日係嘛？咁官方會有直播嘅。現場我諗都有旁述啦，現場都有中文旁述噶嘛，我就話頭先嗰班職業旁述又可以見下，而家都冇得式微晒香港嗰啲咩數碼港，數碼港真係。今年來港舉行嘅呢係呢個 LCK 國內聯賽啦，咁啊有別於呢英雄聯盟季中嘅冠軍賽同埋世界賽。咁季中我諗未必夜都嚟香港嘅，但係期待咧今年嘅世界賽咧就可以喺香港搞就正。但係佢唔知會唔會好似世界盃嗰啲咧已經 book 定咗，即係一完咧已經宣佈就下一屆咩？但係我冇留意下一屆，即係今一屆咯嚇。咁 LCK 咧決賽一直喺韓國咯，今次第一次真係不得了。非常之犀利嗱，我哋嚟到呢度先啦，幾興奮嘅，懷住一個幾興奮嘅期待咁啊！到時呢個盛事就28同埋1號下連續2日噶，星期六、星期日咁有3隊嘅韓國戰隊啊！如果最勁嗰啲咧嚟到，或者咧 T1 會唔會再次殺入到呢個決賽咧？就 Faker 話帶領住個戰隊嚟到，咁然後亦都咧 T1 有啲人轉咗會啊嘛，大家如果有跟進開就知啦。咁然後應該會有一啲國際巨星咧嚟到表演噶嚇，咁我哋幾期待。咁嚟到呢度先啦嚇，我哋呢邊咧叫做 KTS 體育台啊，嚟緊希望咧報多啲體育新聞，因為自己個體育迷嚟噶嚇，就亦都咧會緊貼咧嗰個 WWE 嘅一個報導咯。咁其實而家咧都幾好睇嚇，其實一直都好睇，但係時間你要分配啦，同埋希望咧大家行過路過碌到咧，幫手都磨下啲時數咧，而家就欠缺個時數未開通到盈利嘅嚇，而家就仲差一啲時數，咁大家幫手咧係隨機碌下啲片咯嚇，咁啊感謝你支持下，咁啊記得就係睇長少少啦嚇，咁啊下集見啦。